啊，这大家平安。离开这已经可能3年我无倒转来了吧。世界拢伫咧改变。敢若为着会当进入迄个 PowerPoint 哈。敢若为着一个细菌出现，整个世界人类伊的生活、伊的工作、伊的健康、人甲人的关系、信任感，逐项拢一夜之间拢改变。这款的社会，毋是你爱，毋是我爱。这款的社会，毋是你甲我，咱有法度通预测突然发生，但是咱来伫迄个中间，佫继续活落去。今日我甲逐个人来三甲来思考这个题目：疼心甲和平。今仔日佫是差不多是咱的什么节？中秋。中秋上要紧的是咧创什么？人甲亲人三甲生活斗阵，对毋对？人甲朋友会当三甲见面，对毋对？迄个见面上要紧，就是讲，咱也佫是对家庭出来。伫家庭的中间，咱对家庭的温暖、家庭的长辈，安尼一代一代安尼甲咱培养出来了后，然后感谢这个每一个民族，拄好有一寡机会，或者个离开远远大汉了后，离开远的人，拢会当捡到阵。中秋就是一个咱台湾人一个真要紧，会当 meet together。不过三甲斗阵这样代志。会当三甲斗阵是咧讲表明讲我疼你，会当三甲斗阵讲咱意爱，咱伫咧羡慕一个三甲真温暖和平三甲生活的环境。逐个人拢安尼伫咧期待。不过圣经耶稣真无情甲咱讲一项，就是讲恁着说你，恁的对敌毋是外口的人，恁人生上大的对敌是倒位人？什么人？恁家己厝内人。你会当回想伫你的一生的中间，真正侪咱家己的伤害咱上深的，通常毋是外人。伤害咱上深，互咱上艰苦心的，真侪时阵是咱家己的人。若无，就是咱家己上好的朋友。所以迄个伤害。不过中秋是咧期待讲，你会当甲亲人三甲和睦，你会当朋友三甲亲睦，这是一个真要紧的事件。那圣经嘛伫咧甲咱讲，迄个和睦三甲徛起。看兄弟姊妹当和睦三甲徛起是何等的水，但是迄个无情是讲，真正是安尼吗？人伫咧期待一项代志，人伫咧期待有疼心，总是就是因为咱的期待真大，但是咱得袂到。咱直咧期待一个和平的人间的气氛，但是迄个和平就是遐尼歹得到。所以国外耶稣一个国外见到伊的学生的时，送互伊的学生的礼物是啥？愿恁安怎？愿恁平安。平安，基督徒见面的时，伫咧讲的像平安哦，平安哦。迄个是什么意思？伫全世界拄啊对耶稣过活了后，这个平安才产生伫人类的历史。平安是见面平安，是咧问讲，我祝你平安，我期待你平安。毋知你有平安无，兄弟啊姊妹？毋知你有平安无？我想基督徒斗阵是咧一个真要紧的事。我要祝福你平安，望咱两个见面了后，过来的时间，咱会当处伫一个真水的 peaceful 的状态下面。因为对基督徒的互相请安，对耶稣死过活送互伊信伊的人，军队这一个平安的这个应允。过来换咱领受一人基督徒甲基督徒的互相三甲见面的时，伫咧讲是，我要祝福你平安。我嘛邀请你，当咱两个即个三甲见面即个时间，你甲我，咱拢有份三甲来努力，互咱的时间变做是一个真 peaceful。所以平安 peace
有迄个和平伫遐。人甲人的中间若无和平，哪有平安 ？OK， 所以这是咧指着人甲人的关系。但是若真正的平安，真侪时阵你伫环境真无平安，包括咱即摆生活的大环境，互迄个 COVID-19 甲咱拍一个，咱拢足无平安。人甲人所全无啥要见面，见面煞互相无信任，啊，佫袂当伤哇！你知影，乌魔术是做伙甲人相揽的人吼，看到揽啊，就我伫教会严严咧用禁止，乌魔术袂使啊，袂使。一寡哪长辈哪惊你甲我哦，你讲清零，即摆清，咧清啥物东西？咧清这老辈，抵抗力若较歹，拢清了伊。OK， 所以人甲人的迄个信任感的全无去。保持距离以测安全。不过伫即个遮，也佫倒转来伫圣经伫即个遮伫咧讲，即个圣经伫咧帮助咱定心伫咧思考，特别是进入咱已经进入21世纪，人类伫21世纪的内面，迄个孤立感、疏离感，互相人甲人互相无啥爱斗阵。拢家己活伫家己的世界的内面，啊！若人甲人因为真侪会冲着真侪的无爱。不过伫即个遮圣经永远伫咱的一个主、一个神、一个上帝、一个水里下面，即个伫咧甲咱讲的一项，伫以赛亚书第2章即个遮咧讲，因要甲刀变做啥物啊？犁头，甲枪变做镰啊！刀甲枪是咧相杀的工具，总是甲遮人甲人伫咧冤家相杀的工具，拢放落去，改造变做促进生产，互土地定身伫上帝面前看见的丰富，这土地生产来祝福伊所听的。人甲人无要去学习战争。拢无去学习战争，然后会当带入三甲即个才讲来啊！咱三甲行伫耶和华的道路，咱三甲来，人甲人会当相招讲来啊！你甲我，咱三甲来，行伫上帝所爱的道路，迄个道路是啥？公平、正义、仁爱、和平。所以即个才人开始伫上帝囝儿下面，伫耶稣基督。过活了后所属的赎回的百姓，这已经有一个新生命的呼召，迄有一个新生命的呼召。来啊，咱三甲来，咱行入来伫上帝所应允、上帝所期待、上帝所喜爱，一个追求永远的和平，互人类点伫一个完全无有冲突、避免冤家、避免相争，一个新的新天新地内面，伫遐无阁有战争。因为旧的事已经过去，当点伫新的内面，伫新的耶稣基督的内面的新生命，这个是一个较无和平的新生活。所以，正做基督徒，咱是咧追求一个运动，迄个运动是进入伫听的领域，进入伫听的氛围，伫听内面，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听是无怨妒，听无记恨，听会当伫你我咱有真侪差别的中间，甲这拢摕掉。听会当包容所有一切，所以正做上帝的囝，就是真要紧的是，正做疼心的百姓，追求和平的生活，这是你甲我咱一世人的目标。要讲阿免无？呀，所以这是一个邀请，这是一个应允。上帝的百姓，你着三甲有份伫这个新生命。追求一个新的天、新的地的产生。我去到伫联合国，咱台湾人真你已经摕到加拿大籍啊，所以你无即个限制。你若抑阁摕到咱台湾的护照的时，你要入去联合国，你是无可能入去。不过我有入去2、3摆，迄拢是变做最后一摆是通过加拿大长老教会总会有一个人伫遐有伫联合国内面有一个办公室，通过伊联络，才带台湾这联合国协进会的人入去伫遐。伫遐我原来有翕这张相，联合国遐有一个通过以赛亚书，人甲人无阁学习战争。刀变做犁头，枪变做镰啊！伫即款的下面，怎甲迄个枪怎甲拔起来？
放下你手上的武器，这个是联合国伫咧追求。哦，未来毋茫有一日，哦，你的囝甲我的囝，互白人甲黑人，这个囡仔会当三甲生活斗阵，这是马丁路德金的祈祷，敢毋是 ？I have a dream。然后囡仔会当算伫独绝的空口，人所生的囝会当甲这个野兽会当欢喜生活斗阵，连人甲野兽、人甲自然都拢会当和平相处。迄是一个伫上帝创造的下面，伊立下这款的按钮底下，讲人啊，你着三甲有分，三甲来创造这款的生活环境。所以今仔我有几句话甲咱三甲来分享。第一，咱真正是活伫一个真复杂的环境的内面，咱真正是活伫一个问题寥寥的人间。你甲我，只要你还阁活伫，只要你还阁咧喘气，你无可能跳离这款的复杂性。讲这世间敢有两个所在无咧冤家，看袂到冤家啦。两个，倒两个，一个是倒位？蒙阿波啦，蒙阿波。会冤甲袂冤啊啦！一世人怎样拍拼，无论按怎样拍拼，两个都直直冤，两个都直直冤。五个有五个就参与伫咧冤，规个家庭定定拢当安尼冤。伫无论你参加什么款的社团，拢直直冤。迄个复杂性，所以人啊，你要倒位去避免这款的复杂的人世间。不可能，所以伫这个才讲，世间有两个所在，你看袂到冤家，一个是蒙阿波啦，佮另外一个是彼此相疼的所在，你看袂到冤家啦。因为我即摆已经今年我拍算65，我准备要退休啊，会吸引我做牧师干那这项代志，因为阮规个我大汉的所在拢是姓王家庄。对庄头冤到庄尾，家户户拢伫咧冤，因为我都讲王家庄所以拢亲情，几百年来拢亲情。你知影讲，迄嫁落去，迄偌复杂的人际关系。但是对细汉的时，我有看到一个家庭，逐摆若住伫教会内面，迄个家庭拢毋捌互我看到咧冤家。住伫教会内面是啥？是传道者啊，是牧师啊，我伫传道者因的家庭的中间看袂到因的冤家啦，但是我做牧师了后吼，我知影讲牧者嘛拢会冤家，但是迄是一个愿景啦，迄是一个 expect。我毋茫，我对我细汉，我12岁时，我就立志要做牧师，因为我要追求迄个毋捌看到冤家的所在，迄就是住伫教会内面的人。我即摆已经讲做住伫教会内面的人啦，因为一个是蒙阿波，迄是直直冤到死了，遐个冤家才煞；一个是你即摆就会当受邀请进入，因为伫三厅的所在，爱能够抚平所有的差异。人甲人的冤家是因为你甲我有差异，伫迄个差异讲无两三句话，表现就开开啊。总是若有三厅的时，爱是很久什么呀？忍耐，又有恩慈。爱是凡事相信，凡事包容，凡事忍耐。伫咧讲到听的时，其实是拢讲你毋通骄傲，毋通自高，毋通不义，毋通冤家，毋通安怎？其实咧对讲听的时，拢在讲毋通，都忍耐包容，吞忍。圣经咧讲听，其实是拢咧训练家己呢，对家己控制家己的情绪，控制家己的情绪，控制家己的自我，控制家己的意识，控制了后，你还阁对别人还有多一份的 mercy、kindness。我想迄个是一个真要紧的自我的 self discipline， 迄是真要紧的 self discipline。所以听是啥物？听的内涵是啥 ？OK。所以，我想咱基督徒的一生，咱是受邀请的。耶稣讲，互人和平的人有福气啊！互人和平的人有福气啊！
基督徒一个真要紧，咱是立志成做一个和平的使者。无论你到倒落去，唔通因为你的意见造成这群人冤家，唔通因为你的一个什么物件，互遮的人全规个原本拢平静平静的硬起来。啊是伫硬的中间，因为你去全遮的风波全煞去，一寡紧张全因为你来了全好去。我想这个牵涉到你安怎讲话。有一寡人吼，传话传了就话，人原本好好的朋友就歹去，因为中间这个传话的人，有一寡人两个人爸仔囝家庭足混乱，但这个人传话传到尾啊，这个家庭就和平去，因为伊会晓，这是牵涉到你传话中间会啊。有一寡人会去共加天，有一寡人会去一寡美角物业无好，怎颠倒互代志变歹去。人有一寡人真后修剪啊，到尾啊，互两边操怎啊，迄个起毛就乱直直无去。因为耶稣伫讲的话，请你我咱都爱注意听，因为你我咱讲是基督徒，耶稣基督的门徒。门徒的意思是学生。但是，咱真侪时阵讲做基督徒，咱真正有伫咧学耶稣嘛？真侪时阵，咱迄个态度无提出来。做一个学生，职业学生，学生的人就是专心读册；啊，做一个基督徒，就专心学耶稣的言行举止。毋知咱伫遮，所以等下咱离开了后，无论你咧想啥，无论你咧讲啥，无论你咧做啥物。WWJD，What would Jesus do？ 耶稣会怎样讲？耶稣怎样做？耶稣会怎样忍受伊家己？耶稣怎样放杀伊家己，为着众人的利益？我想这个 What would Jesus do？Then you follow。立志成做一个和平的创造者，这是一个足复杂的世间。但是你我因为有基督徒伫遐，基督徒佫成做一个受差遣的基督徒伫遐。咱会当互人看到讲，伫恁的中间真正有三痛，因为有三痛的所在，就无搁有外口遐个团体的纷争。台湾人，咱咧讲，互人讲，早即马较无咧讲啦，讲放尿超沙安那，袂切对的。咱敢真正，我想遐个时代拢爱互伊过。第二，我要讲的讲，第一我讲，即个世间真正有真侪复杂伫遐，无毋对。复杂真多，这个复杂第二讲，你跳袂过，你无可能，因为你出世的所在，你的家庭都有真侪问题啊。你去到学校嘛有足侪问题；你去到工作的所在，工作有足侪问题；你参加任何的社团内面有足侪问题。但你无法当跳脱啦，即摆问题，你无法度当跳脱遐个问题。你无当跳脱遐复杂，但是你会当选择，你会当选择你怎样扮演你家己的角色，你会当选择你要用什么款的立场甲态度伫咧看待、伫咧处理，你会当选择要甲什么款的人徛到阵，你要甲这边冤家的这边头，还是你要甲迄边头，还是你会当成做另外 third party， 会当伫遐甲这两边相看做一寡什么代志。因为你伫遐，即个物件有机会搁较冷静，逐个人会当搁较三听，有一个温暖。所以基督徒原来学一寡幽默啦，基督徒原来学一寡安尼看得开然后咱真正会当伫人的中间，甲人的中间。是啦，你我咱拢无完全，你我咱拢无完全。但是伫迄个无完全的中间，我要邀请咱，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对咱的邀请。你我咱所踮的这个世间，真正有灾难。耶稣讲，这世间恁有苦难，这世间真正恁有苦难，这世间有真侪试探，连耶稣家己本身都受 temptation。这世间连耶稣都有一寡法利赛人，无论伊行到倒位，无论伊讲啥，都有一寡卫道之士，一寡真傻门的遮个人。伫咧固守传统的人，直直对耶稣问伊行到倒位，伊就挑战耶稣到倒位。所以耶稣就真艰苦心讲一项，你到底你要也不过用旧的皮囊来兑新的酒吗？
时代直咧改变，有真侪物件新的直出来，你还佫要用你的死骨头，还佫要用你的旧的迄个皮囊，要对天国新的酒吗？要对这世间遮的，因为一切拢换新了。咱基督徒我若爱定定爱有一寡爱准备，你就是迄个新的皮囊。要对上帝国真侪新的物件，因为这个上帝是奥妙的上帝，奥妙的上帝日日换新，逐日拢伫咧做新的事的上帝。但咱袂使停留伫过去，咱袂使用过去伫咧看今仔日，伫咧限制别人，啊一定爱照古早 no。基督徒咱特别是。基督徒，上帝日日做新的事，基督徒咱咧日日换新，伫基督的内面日日换新，然后互咱伫新的皮囊、对新酒下面，斗阵三甲来引出这个世间，互这个问题了了的世间，互这个苦难的世间，互这个到处有黑暗的世间，有因为你伫遐有光，伫遐有盐，因为你伫遐这个世间。所以，迄是一种的，咱会当伫即个真复杂的环境，你无法度通跳脱，你袂当撇清。但是，咱伫咧学习，伫基督的新生命内面，咱有一个新的立场、新的态度、新的人生观，然后咱会当 do something good。迄是一个分享，迄是一个分享新生命。耶稣讲，互人和平的人有福气。耶稣讲，促进和平的人原有福气啊，因为因要做上帝的囝。促进和平的人，才会当做上帝的囝。惹起问题的人，迄个甲上帝是三角对立。OK， 那第三，我要甲咱三角分享的是，坚持听甲恢复力。坚持听甲恢复力，诚做一个基督徒。咱已经伫耶稣讲，你着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听主你的上帝，搁着听厝边亲像家己。所以听是基督耶稣互咱一个新的改变。伫听的内面，咱要主张是一个恢复的 non-violence， 绝对无要有任何的暴力伫你甲我的中间。只有这款的伫听的内面，努力活出彼此相听，努力把遐个暴力，互人不舒服，互人艰苦心，互人会刺擦，然后有一寡人不小心就会讲话，互这个人跋倒，讲话互迄个人做啥物代志，互迄个人所怎咱要招都招袂来，搁迄个人搁伤心就离开。那这个物件，咱拢爱排除挂离伫咱的中间。一世人，咱努力诚做这款的。像做基督徒了，咱要加入伫即个运动。坚持，你知伊印度人，伊去英国伦敦读册，伊伫伦敦的时受到耶稣，拢伫遐伫咧想耶稣山上的北顿，拢伫咧讲到即个北福的问题，然后对即个印度人。伊整理出耶稣的道理了后，整理出一个爱与非暴力的原则，就甲这套信仰，伊甲变做伊的信仰甲 philosophy， 带转去印度，然后伊对大英帝国，迄个时英国统治印度几百年的中间，伊用这套爱与非暴力。无论英国人怎样甲掠、甲关、甲拍、甲恐吓、甲安怎，伊绝对无还手。伊讲：你是上帝的囝，我嘛是上帝的囝。上帝爱咱是彼此相听，上帝爱咱伫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诚使你是一个读圣经的人，你会当随便对阮印度人用这款的暴力。所以，无论英国人怎样甲拍，怎样甲行逆，伊绝对无回手。但是伊的立场足清楚，伊带一群印度人行起来，然后最后英国遐尼大的军事，遐尼大的部队，遐尼大的武力，
竟然一切拢放掉，印度就安尼独立起来了。爱与非暴力，用耶稣3上8份，甲真理变做爱与非暴力。所以马丁路德金1960年代去到伫印度，专门一个牧师，美国的牧师竟然去到伫印度伫遐伫咧甲研究，伫咧学习，你这套安怎形成？你安怎样甲一个圣经节，甲变做一个理论，变做一个运动，然后甲英国拢无用武力，就甲英国推倒落去。竟然一个牧师去伫咧印度教的，但是这个印度教的，伊是受耶稣影响，然后伊讲我无要成做基督徒。因为我爱转去伫印度，我爱甲我的兄弟、我的姊妹、我的同胞同款的生活，我爱甲因完全同款，但是我要带因来追求一个新的天、新的地、新的国家、新的人民。甘地伊死的时，伊的骨头无带伫印度，伊的骨头去压伫尼罗河，尼罗河的上源头 ，Source of Nile。我去到乌干达的时，我的朋友带我开8点钟的车，对首都开8点钟的车去到 Source of Nile。底下有迄个间底下有一个 statue 底下，底下咧讲到，这就是间底雅各夫的所在。咱咧讲的是，只有一个你甲我，咱也是基督徒。咱已经是责无旁贷，一定爱受邀请进入伫这个领域。3到5分伫爱与非暴力的运动，咱有看到这个周连华牧师，伊是蒋介石，伊是经过2位蒋家的总统，伊的义勇家庭的牧师。蒋家伫台湾所创造的历史，迄是一个集权，迄是一个若有无共款的意见就掠去。伫迄个年代，竟然2位蒋家的总统的家庭的牧师，暗中，伫咧保护长老教会的牧师。对位，这是真趣味的一段台湾史。有一摆，伊甲吴宗辉牧师2个伫伦敦见面的时，因2个真土气。周连华牧师是伫台湾做总统的牧师，吴宗辉牧师是台湾人，但是出世伫日本年代，所以伊会晓讲的是日语，会晓讲的是台湾话，会晓讲的是英语。周连华牧师，伊会晓讲的是华语甲英语。2个拢是台湾，总是因2个，一个袂晓讲华语，一个袂晓讲台湾话，到尾因都爱用英语讲话。然后当咱2个咧关心的是，但伫迄个蒋家真威严伫咧统治台湾，搁甲台湾人袂当做大官，台湾人袂当安怎，逐项拢袂使的情况下面，但周连华牧师暗中要安怎样？伫咧保护这个台湾的领导者，特别长老教会迄个时，然后促进迄个无伤过头伤害、杀戮产生伫台湾这个社会。哎呀，周牧师，值得尊敬。你知影我想咱中间真侪人毋知影，当国民党列真侪台湾人做乌名单的时，其实周连华牧师原来是蒋家内面的乌名单。只是无公开那点，因为拢我若受到监视，因为知影伊暗中伫咧甲长老教会牧师有伫咧互通，伫咧保护。第四，我要甲咱分享的是，伫即个受婚的世界，咱伫即个受婚的世界，咱真正需要和平的促进者，冤家相争，互相看轻，互相不服。互相对立，我想这是一个社会的现象，到处拢存在。第
第二点要讲的是，你没有办法跳脱这个环境，无论你行到倒位去，除非你行去蒙阿波，若无你就进入伫山厅的所在，你才无冤家。啊，若无，你若还阁活地，伫这个欠缺温暖、欠缺安全感的社会，你的确，你就带着一个使命。我毋是要增加人间的苦难，我的存在毋是要增加人甲人的冤家、相争。我的存在是要促成，要友好两边，友好两边。这对我影响拢真大。你知影迄个曼德拉，到伊50岁的时，50岁的时，伊竟然用关伫监牢内面27年，一半以上的人生用关。到伊70岁遐，关伫监牢内面，竟然去选到黑人第一个总统。啊，伫监牢互选到总统的时，是白人克拉克伫咧做总统。白人克拉克统治黑人。但是这是末代的总统，白人的总统，无拍算南非 South Africa 选这个曼德拉起来做总统的时，曼德拉既然已经选到，就甲放出来，曼德拉随时去邀请现任的总统白人这个克拉讲，我若上任做南非的总统。会当请你来做我的副总统无？无拍算，这个白人的克拉克是反对还是赞成，也是接受？伊接受，伊接受。你知影讲，这个是偌大一个落差？几百年来拢是白人伫咧统治黑人，啥事即马煞选一个黑人起来要做阮的总统？我有一个朋友。伊来过住伫阮牛埔厝遐个翁仔某，因为即个乱甲真乱，青年就走，然后一对青年就走来到伫五车遐，一个伫咧读博士，一个伫补习班伫咧教英语，互相支持。然后听后学位摕到，转去南非的时，阮无久接到消息，迄个女的自杀掉，因为无法度通承受。过去白人拢白人伫咧做总统，白人伫咧管理的一个社会，啥事黑人做总统，啊，即个因无法度通接受，所以产生一个社会的乱局伫遐。我要讲的是，竟然伫即个中间 ，Clark 徛伫一个统治者优越的白人的思想，为着三甲安定南非，毋通。因为这个政局的变乱，造成社会大动乱，甲互相乌白的残杀。克拉克竟然接受做副总统，然后甲曼德拉斗阵来维护整个南非。我想这个是咧讲到什么？这个讲到这个社会真正真需要，包括伫家庭的内面，足需要有人三甲连接来啊，咱。三甲来扮演一个角色，三甲来扮演一个角色。伫遐咱有看到林奇雄先生，我想你我咱拢真尊敬。为着台湾的民主的运动，伊食偌济苦；为着台湾的民主的社会，伊老母叫用刣死，三个查某囝的中间叫用刣死两个，剩一个。啊，这个佫立志做传道者。然后加在佫生几个真古锥的查某囡仔，为着伊支持台湾的民主社会的进步，为着要提升台湾人伫这个土岛屿的中间的尊严，然后伊个人承受遐大的灾难，有怨愤无？无怨愤，超越。迄个 overcome， 迄个行，迄个 overcome， 迄个赢过，亲像大水用迄个大泳船甲搬过共款。所以伫即个只曼德拉讲一句话：你若无放下仇恨，你若无放下，你永远被关在你的笼子里面。我毋知咱亲爱的朋友，伫你的一生，你有啥物物件放不下无？
任何物件，只要你放不下，我跟你讲，你永远活伫迄个活道的内面，活伫迄个甘露的内面，你拢互伊拔掉咧。逐摆若想着伊，逐摆若想着迄样代志，你就充满气愤，充满不满。慢点来讲，放下吧，放下吧。我想咱拢爱学这项。听的内面，伫酒伫为，若是为着听，若是为着大局，我都愿意。吃再多的苦都过去了，都过去了。因为基督徒，咱一个受训练的是这个林奇荣先生，伫迄个家庭历史、个人的历史上悲惨的是，伊就是行入伫耶稣基督的信仰，一个无信主的家庭。通过苦难全拢信主，伊帮咱阿扁选着总统了，你有看到伊无？伊就啊消失去，伊无要摕一官半职，逐项拢无，伊就敢若要看到一心一意，敢若要看到台湾没有 nuclear power， 伊要看到台湾有一个真正 democracy， 伊要看到台湾真正进步到迄个，然后伊达到迄个目的了，伊就点点退开去。哎呀，河顶的水啊！圣耶稣讲，促进和平的人有福气，因要做上帝的囝；互人和平的人，因有福气，因要做上帝的囝。第五，和平的使者需要一个心胸甲人格咧。和平的使者需要培养一个真宽阔的心胸。伊有法度，伊有迄个眼光，有迄个目标，伊真正伊心内咧想的就是一个大局。迄个要维护迄个大局的水，伊爱家己本身直直训练，直直操练，互家己的内面只有爱，没有恨，只有一个大的家庭的和睦，无为迄个分崩离析的个人的主义。然后伊家己本身有法度去包容足侪无共款，能够包容差异。唔通为着一点仔差异，就变着。我想，这是注意哈，请问，上帝比我迄个心腹肠较大较细，上帝比我腹肠较大较细，较大。上帝比你的腹肠较大较细，较大。上帝。有，咱逐个人拢有差异，但是咱佫会当同时拢做上帝宝贝仔囝，上帝拢甲咱看做宝贝仔囝，安尼上帝的声音比咱所有的人甲斗阵较大较济，较大。注意哦，你敢若想即个就好啊。所以伫你我的中间，咱拢无必要去为着一寡什么代志浪费咱的时间，咱无时间通去甲咱的时间浪费伫遐啦。Life is short. Life is limited. 咱已经无时间通过去怨恨一个人，去甲咱的想东想西无。咱敢若积极爱经甲咱有限的时间来做一寡 do something good， 促进和平的人有福气，促进耶稣基督上帝国落实伫人间的人有福气。互上帝国伫地呢，亲像伫天呢，即款的人有福气。所以这是伫基督的十字架下面，伫咧邀请咱即项。这只有伫基督的十字架内面 ，OK， 耶稣基督吊伫遐。倒边遮就在圣经在讲。咱倒边遐有所第2章遐咱读一个好吗？预备来。因为伊互咱安怎和睦？因为伊互咱和睦，将两边合而为一，然后将中间甲两边隔离的墙拢拆掉去。是安怎有中间隔离的墙？伊你我咱的意见无合，咱就挂开意见，甲咱变做隔离的墙，价值观念甲咱隔离，真侪物件拢甲咱隔离去。耶稣基督这个十字架，怎甲两边拢拆离，中央拢拆离，甲咱两边怎合起来？毋若甲咱两边合起来，佫甲咱遮做人甲上帝中间迄个隔离、迄个玻璃，
国外耶稣，迄个玻璃已经拆开去啦，所以甲罪人甲上帝中间隔离的墙嘛拢甲拆开，互咱会当做上帝宝贝仔囝，然后佫甲人甲人的隔离佫拆开去，互人甲人会当彼此相听。所以这个哥林多咧讲，无论你做偌高啦，无论你捌偌济啦，你若无相听，变做弹的动机。变做响的喇叭，轻空响尔啦。真正都爱进入受邀请，入来到伫这个爱的真理的内面，实践这项，咱才真正会当是上帝的囝。来，咱甲这个约翰1书4章7节这咱拢来读一下好无？努力用台湾来读看嘛咧哈。用你家己理解，来，亲爱的兄弟啊，咱应该着彼此相听，因为听是对上帝来的，囝若有听心的，拢是对上帝生的，而且入捌上帝；无有听心的，就毋捌上帝，因为上帝就是听。有听心的就是上帝的囝，无听心的就毋捌上帝。所以你无论向偌济，互火烧，若无听，拢是无利益。无论你捌偌济，头脑偌多偌济物件，你若无有听，遐拢无利益。因为你的知识、学历、你的钱财，拢袂当带你到伫上帝面前。只有三听。刘伟今仔日功课伫遮咧讲听，听的心实践出来，带来就是一个和平。来，最后咱佫甲右边遮约翰1书4章19节甲20节，这咱读一遍来。咱有听，因为上帝大声听咱。人若讲我听上帝，却怨恨伊的兄弟，就是讲白贼的。无听伊看会到的兄弟，就袂当听看袂到的上帝。听上帝也着听兄弟，这是我对上帝所受的命令啦。你听上帝无？有，若有，即句你着带着使命去听你身边看会到的每一个人。这是上帝对咱的命令，咱三甲来祈祷。愿主的神引带，愿上帝的神对阮讲话，愿上帝的神启发阮。愿上帝的神引带即个教会伫遮诚侪听的灯塔。教会内面无因为言语的问题变做无人爱来。教会内面若真正充满听，就会吸引真侪人，无论伊讲什么款的言语，因为即个世代人欠的是欠听，语言逐个人拢互相听有。阮恳求上帝点伫阮，启发阮，真正会当对圣经来锻炼阮的性命甲人格，互阮有一个听的性命的品格，真自然的流露。但是我嘛知，上帝愿你的神约束阮的旧性，阮的旧的毛病，阮的旧的脾气。因为迄个旧的我若直直活出来时，上帝水的性命就无去了。啊，愿主帮赞，互阮听上帝，也着听阮身边每一个人。感恩祈祷，靠出性命，阿门。